Hi，我係 Alex。之後 Time 係一個賣手錶同手錶故仔嘅 channel。買手錶當然係要俾錢啦，但係聽故仔係無價嘅。你仲唔快啲 subscribe 同加入我哋嘅 Watch Club？今集嘅節目要開始啦！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 Take Your Time 啊！買錯錶可以喊幾年，揾我問價咧只係幾秒。想揾心頭好嘅靚錶咧，最方便就係揾我啦。全新又得啦，二手又得，免費查詢，免費報價。今日咧想同大家嚟講嘅係 Duetor 歷史上兩隻喺 Only Watch 拍賣拍到最癲狂嘅手錶。第一隻咧叫做 Black Bay One， 咁啊第二隻咧叫 Black Bay Bronze One。Only Watch 咧係一個2年一度咧喺瑞士日內瓦舉行嘅慈善拍賣，主要咧係為道輕氏肌肉萎縮症去籌款。參加嘅品牌咧全部都係受邀請嘅，每間品牌咧只能夠交出一隻錶，而且咧一定要係 unique piece， 即係話全球咧只係得一隻，唔會量產。成交嘅金額咧全數會捐去做醫學研究。對品牌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好公開嘅舞台，可以展示設計啦、歷史底蘊同埋形象，亦都可以咧係一次咧放心試新嘢、做實驗嘅機會。咁啊，Duetor咧第一次踏上呢個舞台係2015年，作品咧就係 Duetor Heritage Black Bay One。咁啊，2017年嘅時候咧第二次參加，就帶咗 Duetor Black Bay Bronze One 呢一隻青銅嘅 unique piece 上去。我會先咧講下呢兩隻錶嘅資料，之後再同你分享一下我點樣睇呢兩隻錶。咁啊，先講咧2015年嘅 Duetor Heritage Black Bay One。咁啊，呢隻錶嘅參考編號咧係7923001。咁啊，大家咧見到呢個 reference number 咧唔好覺得出奇，因為轉頭就會講啦。咁咧呢隻錶咧係專為咧 Only Watch 2015年設計嘅，淨係得一隻。拍賣前啊，官方俾嘅預價咧係3500至4500瑞郎，基本上咧就係一隻普通 Black Bay 嘅價錢。咁啊，結果咧最後落取成交咧係375000瑞士法郎，即係大概係預價嘅100倍，亦都創造咧Duetor喺公開拍賣上最高嘅成交紀錄。咁啊，設計上咧呢隻 Black Bay One 咧雖然叫 Black Bay 啦，但係咧個方向咧係好清晰嘅。佢唔單止係簡單換咗啲色，而係好集中咁向一隻咧好傳說嘅 Duetor Submariner Reference 7923致敬。嗱，7923呢個 reference 咧本身用上呢個手動上鏈機芯啦，咁啊錶殼亦都比較纖薄，生產量非常之少，係Duetor早期潛水錶入邊咧非常之熱門，但係同時好難揾嘅嗰一隻錶。咁啊，呢一個錶咧有幾個關鍵位咧可以留意嘅。咁啊，第一樣嘢咧就係錶圈。咁呢隻 Black Bay One 嘅錶圈咧，主要嘅刻度咧就冇咗平時好常見嗰種1到15分鐘嘅細刻度，視覺上咧亦都比較似50年代早期嘅潛水錶，所以一睇咧呢隻錶咧就係同你玩復古味。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條鋼帶啦，佢用咗一條咧冇 end link 嘅鋼帶。咁個巴咧係外露嘅，咁所以咧就同而家咧本身會有一個實心嘅端鏈咧，咁就嗰種厚重感覺咧就冇晒啦。咁呢條帶咧原本出現咧就喺 Heritage 嘅 Ranger 上面嘅，咁次咧就搬咗過嚟 Black Bay One，所以好刻意咧想砌翻舊年代嘅嗰種味道。咁啊，第三樣嘢咧就係錶盤同埋指針，成個錶盤嘅 layout 同埋字體咧都係向7923嗰個年代去靠攏嘅，刻度同埋字樣印刷咧有少少立體感，唔係而家嗰種咧超平滑啊電腦味好重嘅效果，有翻少少舊式印刷嘅感覺。秒針咧就用咗一個咧波板糖大圓針嘅設計啊，重點係啊喺當時所有量產嘅Duetor系列入邊咧，其實都唔會見到呢支針嘅，所以咧好明顯咧專登為呢一個 unique piece 咧就放咗入去，等咧行內人一睇就知道啦，呢隻咧就係 Only Watch 嗰一隻。最後咧就係成套配件啦，除咗鋼帶之外咧 ，Black Bay One 仲會附送一條咧灰色嘅織紋帶，同埋一條咧做舊咗嘅中式皮帶，再加埋個特製嘅錶盒，成套咧就係擺明以收藏角度去包裝嘅。所以如果用一句話好簡單去總結咧 ，Black Bay One 嘅本質咧就係以 Black Bay 為架構，但係咧好有系統咁樣向 Submariner 7923致敬嘅特別版。
之後咧，我哋就可以講下2017年嘅 Deuter Black Bay Bronze One。佢咧係以2016年所推出嗰隻量產 Black Bay Bronze 做底嘅一隻錶。唔使諗啊，真係你平時見開嗰隻，只不過咧呢隻錶咧有少少唔同。咁我可以講下嘅。咁 Only Watch 呢個版本咧叫 Bronze One 啦，同樣都係只此一隻啦。咁最後咧拍賣價係35萬瑞士法郎，成為帝陀第2高嘅拍賣價。Bronze One 有幾個標誌性嘅特徵嘅，第一樣嘢咧就係顏色啦。量產版咧係啡面啡圈 ，Bronze One 咧就變成咗綠面綠圈，再配一條綠色嘅織紋帶，咁啊想咧襯托出青銅錶殼會隨住時間氧化，然後咧出現 patina 嘅嗰個味道，所以咧越大咧就睇落去咧越有軍錶嘅感覺。咁啊第二點咧就係佢係左把的嚟嘅，咁呢個咧係最大嘅唔同啊。錶冠嘅位置咧擺喺9點鐘位置啦，同一時間咧佢同普通嗰隻 Black Bay Bronze 咧就能夠一眼分得出啦。你見到咧綠面綠圈再加埋左把的，咁啊知道咧佢就係 Only Watch 嘅嗰一隻。咁啊第三點咧就係織紋帶啦。咁嗰條帶嘅圖案咧係參考法國海軍以前咧降落傘嗰塊布嘅嗰種效果。咁所以啊 Black Bay One 咧係玩古董嘅 Submariner 味道。Bronze One 咧就係玩潮流啦，同埋加少少復古嘅感覺。咁啊，但係咧綜合以上嘅客觀資料、型號設計啊、咩股價等等嗰啲嘢咧，而家咧就輪到我去講，我同唔同意呢兩隻錶係好正嘅錶啦。咁啊，先講咧 Black Bay One 先。咁啊，375000瑞郎。講真嗰句。如果淨係睇設計嘅話咧，我會話佢係一隻有做功課、有細節、有交代嘅致敬作品。但係3-4千瑞郎能夠買到嘅嘢，跳到去37萬幾去成交，我真係唔會用合理兩個字咯。因為啦，本質上啊，佢依然係基於 Black Bay 嘅架構，然後咧改動少少變成嘅一個所謂特別版啦。技術上冇複雜功能，冇超罕有嘅材質。真正推高個價錢咧，其實係 Only Watch 呢個慈善舞台，同埋咧 Piece Unique 呢個身份，再加埋咧佢係帝陀第一隻 Only Watch 呢個故事。咁啊，如果你哋抽走晒呢啲條件咧，只係當佢係一隻限量版嘅 Black Bay，然後咧喺專門店嗰度賣咧，我相信係冇人會用375000瑞郎去買嘅。同樣道理啊 ，Bronze One 咧嗰35萬瑞郎咧，都係喺呢個咁樣嘅背景底下咧堆疊出嚟嘅結果。咁仲有一點啊，就係除非你真係一個 die hard 嘅帝陀 fans， 你真係好熟帝陀嗰啲 reference， 否則咧講真嗰句，憑張相望一望啊，現場拎上手去望幾秒啊，講真嗰句，你係唔會覺得有幾特別嘅。咁啊，呢個 Black Bay One 聽到好似好勁啊，咁但係對於唔熟嘅人嚟講咧，其實佢咪有一隻 Black Bay 咯。咁啊，至於 Bronze One 仲勁啦，聽落去係咪？咁啊，但係對於唔熟帝陀嘅人嚟講，佢就係一隻左把的嘅青銅錶。咁啊，至於嗰啲咩紅三角啊，冇1至15分鐘黑度啊，N-Link 嘅鋼帶啊，嗰個波板糖針等等啊，其實你真係要係好熟帝陀嘅人咧，你先至會識得笑同埋識得品嚐呢個味道嘅。咁啊，如果你唔熟嘅話，你就會覺得係咯，佢就係 OK 靚啦。咁但係我唔知點解會貴到咁。咁所以咧喺買家嗰方面咧，我絕對明白嘅就係你嚟得 Only Watch 掟幾廿萬出嚟去買帝陀，你一定係非富則貴啦。咁你一定會為呢兩隻錶喊幾年嘅，因為咧個價錢對你嚟講咧一定唔係痛點嚟嘅。因為咧你哋嘅出價無論如何都係為幾樣嘢嘅啫。第一樣嘢梗係做慈善啦，順便先至買隻有故事收藏品啊嘛。咁啊，第二樣嘢就係要買品牌歷史入邊咧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就係帝陀第一隻 Only Watch 啊嘛。咁啊，第三啊當然係自己玩得好熟，睇得明晒我以上所講嘅所有背後嘅關係啦，咁咪值呢個價錢咯。咁但係啦，去翻貼地少少，對於我哋呢班用血汗錢買手錶嘅人嚟講，我會點做咧？我好可能就會買一隻普通嘅 Black Bay， 然後咧不妨嘗試將你條帶掹咗去，然後咧就換咗一個咧冇 N-Link 嘅鋼帶落去，咁就搞掂㗎啦。
咁啊，如果你覺得個圈有問題嘅，咁你咪將個圈嗰啲黑度整走佢咯。咁其實你嗰隻就變 Only Watch 噶啦。更重要嘅係，其實有陣時我覺得 Own 唔 Only Watch 係睇邊個咧？係睇你自己啊嘛。一隻錶你買得翻屋企，其實對你自己嚟講就係一隻 Only Watch。所以啊，我覺得咧，其實呢兩隻帝舵咧，真係玩緊呢一個舞台㗎咋。如果咧因為呢個舞台拍到呢兩隻錶好高好高價錢，你就覺得咧帝舵唔再係平價勞力士，帝舵唔再係勞力士細佬，我覺得咧呢個講法係講唔通嘅。因為啊，其實大部分嘅玩家對帝舵嘅日常嚟講，最重要係咩啊？同一間公司出，但係啦平過勞力士好多，性價比好高啊嘛。咁所以啦，帝舵行緊而家呢個路線咧，有時我又覺得都冇乜所謂嘅，因為有時親民少少都冇所謂啊嘛。同埋啊，你自己買咗你自己嘅 Only Watch 呢一點唔係更加重要咩？好啦，咁啊，今集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大家咧對呢兩隻帝舵有咩諗法咧，不妨喺留言區嗰度討論。咁我哋咧下集再講。呢度咧 HK Take Your Time，我係 Alex。如果大家咧想買錶、揾錶、寄賣手錶，記得揾我。咁我哋下集再講。拜拜。